乌力是阿美族话神话的意思，也是文化生命史的意思。2006年一天，亚嘅好朋友伊能共下成立的乌力免费杂志，也是一本收集花莲在地神话的书月刊，大帮文史相片同大家讲花莲奇妙的人事物，还有许多的共同议题。10年来，团队成员、组织经营多少有变化。不过无变的是，伊能还是走入自家的脚步，继续推动体达标。透过潘展览、规划在地设立行业等，而同观光客还个花莲牵强起来。因为我们是最后一个工序，最后一道工序，最后一根工序，像这个的最后工序跟焊。就是焊这个嘛，全部迄个整片。对，就整。南山木重复个读调练的交流个交流等各种东西，啊，然之间面线主题，发练出强调两个点，很有听听。凹一个边出来啊，然后再量多大。一般的话就是一边就留一个1分半，这样，然后再勾上去，勾上去再打平，再打。所以伊是互相交安的吗？哎，对。韩国上路快的很长的，农业是推就东东西都是阿山之界。不过所有制品出现过后，阿用个点么也就天天个收起来嘞。一般日出生地两种点么头前行啊个，也唔会去注意到。不过我这不通取缔，给我们两片其实都有年份改故。旧火车站的迁移之后，这边的地区就慢慢的没落。可是事实上，店家有很多的店家其实都很久了。那大家常常经过，可是不晓得说，其实还有一些是开着的。给我们是系花莲最能力嘅素材，两下点数咧，不过社会所还能做菜地嘅老新味。之前在做访查的时候，其实发现高尾这整个周边地区值得被看到的有将近30几个点。这起飞就发现很多东京菜界，地的几多只骨头，还冇去到落住菜所，出现提到数量老年嘅香味。上所落数量嘅太极嘅很菜，近10年还冇减少，挑高2年嘅讲建筑几好。现在 Orip 的杂志已经10年了，那其实就是从探访各地的店家的故事开始，然后后来发现社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蛮感动的故事，或者是说一些老店他们其实有一些历史。时间一直好，两到个股唔系冇睇，就系半年听表睇。行业上去，老点个股下下来，希望就下东西看到几多看到嘅发连。比如说，我们都说人气部落格可能是那种美食介绍美食，就是哪里好玩的那个是最容易冲高人气。嘿，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说它只是纯粹带给外面的人说，花莲只有哪里好玩或者哪里好吃。2006年一天，佢嘅好朋友向下创立嘅澳洲本免费杂志，让花莲县这个艺术物透过文字相片传出去，也大部报道共同议题，为关心花莲嘅讨论受到大家注意。10年来，杂志已经发行了47期。我们 Olip 做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广告植入的杂志，而是就是很真实的去报道了我们自己都会感动的故事。唔單查用佢都很接拍地非蘭英文講嘅策展工作，大幫規劃目標中嘅主題，累積發電嘅資料。在策展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过去花莲它累积的东西实在是有限。那策展的方式又跟刊物其实是衔接的，因为你必须做很多前置的采访或是资料的收集。但是呢，策展它又有一个实践的空间。那个空间是跟群众直接对话的，就会变成他跟人家是不同时代的哦。对呀，还是要出来吼。老沙基主攻向下全力分分，200个主题系企类平常小时嘅路中头，韩国例如企嘅展览，老花莲嘅股扫出来整理起来，包括老人家的回忆。
那可能也许就是我说时间在空间里面是它真的把值得保留的古迹保留下来了。古聚落这次也是，我们就也发现了很重要的一栋建筑，后来我们也把它登录，就去报请文资法的那个古迹登录。对刊物到策展，喊做大陆人，無論係演物、落點麼，還係部落，佢都規劃嚟住創嘅主題禮盒，土人土長演下去拜訪故事主角，用送油嚟感受花蓮嘅土地，用心嚟體驗花蓮嘅身份。太好玩了，真的好可愛。对呀、其实每一次的厨房都要全部重新谈过，然后你的配合人跟那个要完成的时候，都要再一次顺过，所以我觉得去找我们已经成熟的，然后不会太远，让大家可以。其实是叙旧的意思，就反正做片推嘅角色，留花蓮香港群眾人連結起來，係嚟幾度也都識係群眾人。王啟水做法醫，1996年去到花蓮讀書，兩個後他鄉是係佢嘅故鄉。專門做片面上嘅花蓮新區公里片，佢哋澳洲是透露佢哋青年讓老公做的家鄉帶出家人團聚。做刊物啊，然后做一些展览啊，然后像这些展览的那个平面设计，就是我这边设计的。而且其实我也是在从里面就是认识花莲。我搬来花莲已经20多年了。我们在台北，可能我们要很加快脚步的去做一个很有限的事情。可是我在这边，我可以把我的时间存起来。也许钱也不多，可是我可以用我的那个多的時間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安葬嘅花蓮，佢到今年留下來，香港用自家嘅工作，攞大家分享嚟到安葬到嘅藝術活。工作室留下還有彩田藝術家嘅作品、明信片、文創片嚟到，就按用年輕人嘅為首，年輕為很難了解花蓮。慢慢就是除了創作者的，還有部落的小農的農產品加工。大家想要來認識花蓮的時候，有時候會先來我們這裡，就當做一個窗口。那也許他離開花蓮的時候，也會繞到這邊來，然後帶一點點花蓮的回憶離開。10年來，很幾熱情感同人嘅故，還能記錄下花蓮嘅變化。啲彩鐵用心耕耘，用花蓮嘅構圖，為安豐富嘅花蓮，用下當地來看到，也會很難地好寫。